淡海新市镇哦，伫30外当前，就规划13外公顷的用地，要来起本色焚化炉加工厂，也毋过因为发展不如预期，后来就拢无开发。最近哦，营建署按算讲要甲这块地变更做产业专用区，也毋过环保团体甲在地民众是真反对哦。因呼吁讲，这块地应该保留做绿地加公共设施。 简报相片顶头的空地啊，就是原本淡海新市镇规划本色焚化炉甲工厂用地。会在内政部营建署举行都市计划委员会进行专案小组审查，拍算要甲这搭13.19公顷的土地变更成产业专用区。来增加增加在未来淡海轻轨通车、未来淡江大桥新建完成以后呢，产业需求。 不过，环保团体甲当地居民反对，会在离营建署外口进前指出，淡海新市镇人口无像预期来发展，土地空咧用，显示过去的政策是错误的，无法度接受。今嘛唔检讨，说颠倒要继续开发甲迫害。这是台湾公共政策的荒谬，也是淡海新市镇发展史的悲哀哦。我们反对这块用地继续做这样不当变更，它也不应该，这片海岸不应该再为错误的决定牺牲。 当地里长嘛呼吁营建署不应该短视尽力，既然无兴建焚化炉的需求，就应该向保护生态甲兴建公益设施做目标。可能我们的物流中心或是其他有污染的产业就即将进驻到我们的淡海新市镇。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居民来讲，广大居民来说，其实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顶前代表甲2413个反对不当变更的公民联署书交予营建署官员，强调当初时的公共设施就应该重新规划变成公共设施，保障在地居民的权益。营建署表示，6号专案小组会议会以听取各方的意见为主。记者林俊文、王兴忠台北报道。